光圈是所里面最好的、最大的。第二，我的是最大的。其还是挺实用的，还有长度。他说那个但是还挺实用。在曲江错坝这个位置，曲江最近买哈达，买那个哈达去了。今天王清过生嘛，让他去买一根那个。说起这个，我转的曲江错。几个人啊？他买了20多个，反正一把房子嘛，这样。哦，这个是看他是给团队的吗？哦，那个团队做。等会儿是吧？等会儿。
看一下。来，我帮你拿嘛，这个我帮你拿。哦，行。这个困了就是，穿太厚了。对，我去跳啦。跳舞啊！等一下，我把那个钱给你，把这个数字给你的。往两个，一个是给王清的，哦，这个是给你的。这个是给王清的。今天王清生日嘛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要去的嘛。好，去跳吧。哦，这个是啊，哦，他单独的啊，单独的。这儿走吧要送啊，拿嘛。这把是要走的吗？我问一下他。没事，去上车都知道，说了。今天晚上那个泽巴要送那个团队的卡，然后去龙头上买了20多个吧，买了20多根。是泽巴要走了吗？雨涵也来了啊！你们几点钟来的？几点钟就来了？对吧？6点钟就来了吗？对呀，这个23。7点来了吧？这个刚才这个他们，我们3个那个前后那个有一个公园哦。啊。这个前后那个。啊。前后那个有一个公园。啊，有公园吗？啊，没关系。他们3个去，这个拍视频了。哦。再回来这个罗马街那里吃饭。哦。在罗马那个。这里7点吧，7点。因为这儿还早还空嘛，这个位置很好。这个继续跳吧。连续不要连续哦。还是很热嘛，早就。对啊，跳全日了嘛。这个位置可能就可以啊，就专用的位置，这启动是我们专用的位置，它话就在车子的旁边。这旁的这个样子才对，启动错。就又给这么多。给曲张错也在直播。在看，我看有没有聊天的，只有一个人在说。他们都看不说话了。
高一点，好像有说话。这个地方说话对不对？你跟其他别的，其他地方，我把他都他玩了，我把他都。手信还没来嘛？现在准备东西，把那个首先把那梁子嘞得给梁子嘞，这个梁子嘞拿去当忙去了，刚拿出来上把去。我们两个去帮忙去了。12股的有什么收到的？当然。
刚刚那个这儿他咋给你拿着送来了？他咋来了？那你不是还没先准备点儿吗？他们晚上不是人家先，要起嘛，但是拿来这个2斤现在。去不了，去不了，去。肯定不提噻，那个全回去了。明天这些，我让你出去给你啊，这个袋子，他们一袋是5。他现在送他大回全部都提前，那都不能收，怎么说话都不能收，都是场外的收，就是结束之后再收，就散场之后收。你可以结束的时候收也可以，但是自己看不看嘛。等下要说不好用吗？你为啥结束的时候收可以？你要不然明天你这样子嘛，明天刚刚开始的时候说，开始人没来不起，然后人最好的是8点40左右人都到齐了。你明天来不来嘛？你还早了嘛？你有很长时间嘛？没有，我在3、4天就回去了。你回去就不来了吗？啊，为什么？我在那边有点热。也找到了更好的发展。自己做。对。你把那个去往前面的嘛。就在旁边，这么一个那个地方。还没看到哎，还没看到。他的都认识啊，那个。其他就在外面停。他们那个就是有准备的。拥儿在那边。对呀，对呀。拥团不是，它是拥儿。拥儿有啥嘛？拥儿，它叫七级洲嘛。对，七级洲。哦，对，他们按在一起，里面按在一起的。我说这个以后，拥团在后面。
这个嘛，然后他又希望的是应该是不是那种是啥？养了长期久了就短时间几十头，长期久了就拉不真的是这个可以嘛？是反正就是可以的。咱们举个算据，跟那个红利局的接了几十年，往前8万，对不对？这一样的不钱嘛，对嘛？还不说上头的话要挣钱了，自己每个这都不愿意，人都不愿意，对嘛？人家付出了那么多辛苦，付出了那么多劳力，对不？
把水加进去，你随便保证这个服务大概你想保证的保证，随便你保证。你要拿钱出去也可以，反正我自己把水加进去，你大碗都不错，两个。看这个吃的。他吃完了之后，你这就是这样子，他是很讲究的。你怎么？你说不讲？采取什么大吃但是大家都，你不可能说挑战
方这个事情那是过去。要发展。第二天那个刷到那就外部出来商量去。商量好了就，虽然没说签合同，只是商量这个口头上形成一个协议。确实是一次这个出的。最早的时候都是他们专门找个钱，城市的2年，这个本身经济是没涨上去，我是一直比较成功，来点东西我真的是最近这2年，以前前年。
也接到这个逮住！有的逮住！那里有我的腿，有我的腿。这有红吗？你们俩在聊你在聊天聊地，马上结束了。9点还有1场。年龄确实有点特别，感受到就像那种，就像那个啥子，就像那种不是，来这边吃吗？反正有他的鼻子还是藏族特色的鼻子，比较都藏族鼻子都比较尖嘛，高鼻梁。放的比前是，比前的那是有点胖。现在吐了，我牙齿。原来你就没打扮，你刚刚从刚刚那个出来吧，身份观念都还没提高了，这么短一段时间之后，身份观念还提高了。还有个那个他们搞那个他们最近说一个东西他平台，说他一个平台，啊，中文有点多，他那个基本上都是他们平台吧，还有相当于60猛士其实，如果你说他在草原上平的话，晚上也出到家里面，然后他那个说那个什么，他那个他就问他爸。
个就是几百万公司，看到中央就和搞这个，搞这个物业他跟他合作是不？然后他说这个等于说他不能配合他配，这个700块钱一天哇，因为他基本上他的。哪边啊？我从来没在那里。这是我家里是第一看，人家又耍了一天，又去了，人家银行那里。又是挣钱。我记得我原来在外地上是可以在外地。搞这鞭子把，我带那个小那个不太烂个大鞭子，这个小的那个手持那个啊，马上就要过去，这边人对，不知道嘛，有可能这儿看嘛，有可能以后这把你不配这把嘛？啊，他要赔了嘛，然后把他卡到这儿拿到，哪个还赔啊？等让他跳，明天11号，1号多票可来到不？想拿到嘛？好的。要不要给我放到车上，我明天给拿。可以。可以吧？你马上就要过去了，给他放到车上吗？啊，你现在过去嘛，还是他给你拍的一个嘛？拍视频嘛。对啊，2楼嘛，等会儿。现在不过去。等会儿就满了，等会儿2楼上就满了，你先去拍噻。那首先。